大家好，这是创三会艺术教室的 Podcast 节目，我是阿翔。伫咧遮，你会使听到做者台语艺术教育，也有一寡我伫咧训练的故事。今仔日咧想要来甲大家讲一个主题叫做金钱的烦恼，金钱焦虑。毋知大家伫咧日常生活当中，敢会烦恼金钱的代志咧？趁的家己趁偌济，趁的有够开无？等等啦。今仔日我就来甲大家分享一寡，我伫咧创业的过程拄到的一寡金钱的烦恼是安怎好啊？首先咧，想要甲大家分享就是有的人的好奇啦，就是讲，创业听起来应该爱开足济钱的，对无？照理来讲，通常阮对于创业的想象应该是安尼啦。但是我是感觉讲看你做啥物款的行业啦，还是讲你的规模要做到偌大，你嘛会使用少少的钱来创业，你嘛会使用足济钱去来经营，但是上重要的问题是讲，你家己的专业是啥物？你要先了解讲你的专业是啥，进一步你去思考讲，你会使用偌济钱来创业，也是讲你的一寡步数是要安怎安排？有的人会感觉讲我一定要趁到有够济钱，我才要开始做这件代志。但是讲咧，可能都无一定会去做啊。有的人会感觉讲我即摆手头就一寡钱，我嘛认为讲我的创业的模式，毋免讲开足大条的钱，我想要用这少少的钱开始做累积这嘛是一条路啦。所以上重要的感觉，对我来讲啦，对我即摆感觉来讲，敢若毋是真正迄种金钱的数量，才有法度去决定讲你有要创业还是无要创业无。当然你爱有小可掠一个讲我差不多这半档一档，我至少已经有一个本啊，有一个本钱啊，你才袂讲一边咧趁钱的时阵，一边搁做烦恼，迄落钱无够用这个部分就是讲，拄仔讲着嘛，就是钱的偌济会影响到你创业的规模，但是倒转来讲，就是你到底要做啥，迄才是重点你的专业是啥？因为对我来讲，就是你若有专业，你都会当趁钱。这个是我最近的一个体会啦。就是有当时阮足介意做一件代志的，嘛想讲我看会使用这件代志去饲我家己无。但是足介意有当时无一定等于讲你做专业的。这敢会伤抽象，嘿啦。但是要安怎甲介意的代志变做专业，迄其实嘛是需要一个过程啦。这个过程就看你安怎去掠，讲你要安怎来进行这件代志。若以阿翔的例来讲，我就是先甲头洗落啦。反正就是较进前我当时咧学校内底教册，我教册教一阵仔了后，就感觉讲，体制内面的教学无一定讲完全遐尼适合我。当然我嘛是甲学生相斗阵，甲因讨论一寡艺术的创作的物件。但是我想讲，体制外口敢有另外一条路？这就是即摆我咧行的路，都是时代的艺术教育，还是讲台语的美术教育这条路是安怎行出来？迄其实就是讲，我对于我本地教育教册。介意台语这件代志，豆豆去摸，豆豆去探索，豆豆去发展所以到即摆就已经有一寡专业的感觉啦迄个专业就是讲，人知影讲找你会使得到啥物物件毋是干那讲我知影你介意这安尼尔就是你要互人对你有需求，你爱互人知影讲你做熬做啥而且嘛会当互人感觉讲，我做想要找你来做这件代志的所以都是专业无等于讲介意啦但是只要你有专业，都会使趁钱对我来讲就是安尼所以创业的钱爱赚偌济进前我是感觉讲，你爱先去摸好清楚你的专业是啥，你摸好清楚了后，你迄条钱开落，才有法度开始有一个起步嘛。无你就是颠倒头过去，你钱开落去创业，但是你搁咧做你家己介意的代志尔的时阵，可能会感觉较辛苦啦就是
当然这中嘛需要一寡运气吼，所以对我来讲，比起钱来讲吼，专业的培养是愈重要的吼。专业的培养伊需要啥？需要其实毋是钱，需要的是时间吼，就是你需要去探索讲，你喜欢的物件，还是你讲你较敖的物件，要安怎变做别人有需要的物件吼。之前有一集讲过啦，就是我认为讲艺术创业的3个阶段嘛，吼，你要对你家己喜意，吼，到第2步是互人讲这嘛最重要，第3步是互人会想要开钱，还是讲摕一寡物件来做家己做交换吼，所以这拢是爱时间去培养吼。这就是我感觉讲专业的培养其实是用钱。无一定直接买会到的啦，吼，因为你要做出甲人无共款的模样，吼，还是讲别人无法度取代你的话，吼，你就是爱需要去一直去甲你家己上高，还是上特别，甚至讲你家己嘛无发现一寡特色，吼，去甲创作出来，吼，所以时间抑阁有实践，吼，你也去试看卖，你也去做，吼，你想咧头壳内底拢是一种想象尔，吼。所以讲，尤其是用艺术创业这件代志啦，吼，因为对我来讲，用艺术创业，伊比起其他的行业来讲，还是产业来讲，吼，伊第一部分伊较个人，吼，第2步是讲，伊需要一寡时间，互人去介意，还是讲去了解，吼，就是讲你爱培养观众，甲培养人客的意思啦，吼。好，所以这是第一个部分，是甲大家分享讲，创业到底爱开做侪钱的无？吼，抑阁有讲，除了钱之外，吼，我認為講，愛情思考的物件是啥？好，第二個問題就是講，我即擺就是一個人的公司嘛，我是安怎做這個財務的分配？吼，就是意思就是講，我即擺趁偌濟，其實這公司內面都我家己一個人，但是叮當伊講，趁的錢攏是我家己的嘛。吼，我小可甲大家分享啦，就是我即擺會較有一個方式是講，我要甲公司甲個人分開。吼，就是公司就是創三會藝術教室，我只是其中內面的一個成員，一個員工，希望這個員工的人數會使愈來愈濟吼。但是目前就是我一個人的狀況之下，我嘛是希望講，公司的是公司的，我的是我的安尼吼，所以我會逐個月吼發薪水互家己吼。這安尼做有啥物款的好處？吼，伊的好處就是講，你較會知影講，你公司的規劃會是安怎？吼，意思就是講，我其實逐個月賺入來錢可能是無固定的，吼，但是我若有固定發薪水互家己的話，剩的錢我公司就會使欠起，吼，會使做後一步的投資，吼，就是有一陣仔我都是會甲這個錢欠起，就是講安尼我公司的資本敢若愈來愈濟，但是我後來發現講，其實錢囥咧遐都是囥咧遐爾，所以我就偷偷咧練習講，我欠的錢，公司欠的錢，吼，攏愛擱做後一步的規劃，吼，就是你毋通就是敢若想現在爾，吼，就是公司的進步甲你的規模。伊是一步一步行出來，一步一步行出來，你一定愛付出一寡成本，付出若是時間的成本爾，都是錢嘛是其中一種成本吼。所以我嘛是咧學習講，要安怎甲即個財務的分配吼，就是甲投資這部分嘛愛算入去吼。這個投資是講較想到公司的未來啦，吼，未來需要啥物款的工具，需要啥物款的器材等等吼，都是你要先想好吼，你進一步你才會知影講，你欠這錢是要創啥吼。上尾就是講拄仔阮講着啊，今日主題是金錢的煩惱嘛，所以金錢的煩惱就是我的狀況會拄着一個就是我拄仔有當時可能一個月會收入較濟，一個月收入較少，就是會無固定啦吼。這無固定的時陣，就是大家去錄迄鋪啊，是看鋪的時陣，我就感覺講哪會安尼？就是你會去迄個金錢的數字去影響。好但是你也去看講吼，伊可能一檔平均落來是安怎？
伊敢有符合你付出的成本，若准讲伊是有法度拍平，还是讲超过的话，代表你至少是佫徛会在的，抑佫无了钱另外一个部分就是讲，在你这个收入无稳定的状态之下，你要安怎有一个保持一个较健康的心态啦，迄个心态就亲像我嘛一直甲你讲，就是你爱去看迄落成长的路线路径轨迹，因为迄才是较重要的，因为你可能去想讲我人拢趁偌济，还是讲人拢欠偌济钱，但是我即摆数字讲，敢若安尼尔的时阵，你敢若会愈烦恼尔，你敢若会愈敢若打击家己的信心所以你可能爱去比讲，我即期甲旧年的即期安尼比起来是有啥物差别？我今年甲旧年安尼比起来，我有加啥物款的业务啊？是讲有啥物物件有做了较早、较稳无、较专业无？因为你这若建立起来。伊未来就是会当帮你趁钱的物件，所以你爱去了解这个物件，毋通干那去看数字尔。有当时看数字，我感觉会落比你一个问题内底，就是你拄着工课都要接，你有趁钱的机会，你就要去做，但是迄有当时迄是较无未来的，就是迄就是趁一条钱未来，但是你做开这开来甲精神比例的时阵，可能。无法度去影响到你较长期还是中期的公司的规划所以上尾就甲大家分享啦去做家己较敖的代志就是趁钱的部分但是你一方面嘛要去思考讲要安怎甲即件代志做了专业，甚至做了介意因为你做了介意，你就会久长有金钱的回归，你嘛会感觉讲你对即件代志更较有热情，所以千万毋通想讲我就是拄开始我就用我的快乐还是热情去换金钱安尼尔，就是你爱有较顶价的回归你较有法度感觉讲你做即件代志是有价值的伊嘛才做会久长。好啦，今仔日就甲大家分享阿翔的金钱的烦恼是啥？就恁若有家己的一寡面对金钱烦恼的想法，嘛欢迎分享互咱知影好，今日的分享就先到这，大家再会。